太陽國際金融集團嘅梁啟俊呢，同我哋睇下外匯市場嘅走勢嘅。Jacob 你好，係你好你好，係 Jacob 啊，咁我哋睇翻呢，就呢排股市呢兩日都比較悶啲啊，咁啊似乎呢個情況呢，好似擺喺匯市都一樣套用，都幾膠着幾悶下㗎。係啊，睇翻其實個匯市嚟講啦，譬如話見到其實美聯儲喺之前嘅即係維持嗰個量寬嘅情況不變之下呢，咁其實美金就跌咗一輪嘅，咁但係跌咗一輪之後，譬如話歐羅啦上到 1.35 水平啦，英鎊上到 1.6 水平啦，譬如澳紙都去到94美仙附近呢，其實就都比較悶少少，因為始終就係話原先都係諗住嗰個美金都可能會受壓少少，咁但係其實見到上個禮拜五呢，就即係美聯儲有幾位官員就出翻嚟即係叫做表翻嗰個鷹派嘅立場啦，咁其實就見到而家嗰個鷹派同鴿派其實叫兩邊個力量都比較對行啲嘅，咁其實前後啦，其實已經有3位其實就話都比較反對就係維持呢個量化寬鬆嗰個規模不變嘅，咁見到其實個美金嚟講咧又強翻少少，咁但係譬如話反映翻譬如喺啲貴金屬嘅市場上面啊，其實都係比較悶少少，其實都去翻大概咧喺議息之前嗰啲水平嘅，咁見到因為始終而家咧對於究竟10月啦又講啊，譬如話10月究竟係咪真係退市呢？其實個不明朗因素太多，咁就話佢哋本身嗰個決定都似乎係比較猶豫少少，咁變咗匯市同埋金市都好啦，其實都好難反映出嚟，咁見到就係國家嘅情況就係咁樣出現咗喺度啦。另外Jacob啊，睇翻就話歐元方面咧，今日咧相對表現好啲啊！呢個時間啊，咁啊見到其實幾個數據都唔錯，包括意大利啦、德國啦呢兩日公佈嘅數據都唔錯嚇，咁啊可唔可以喺即係而家咁嘅狀況下，可以有更多嘅預期喺歐元方面？其實歐元嚟講呢，係自從之前啦出咗個 GDP 數據唔錯之後呢，其實見到歐元嗰個成個走勢嚟講都係唔錯嘅。咁見到啦，當然美金嗰邊嗰個影響相對嗰個力量比較大少少啦，因為始終量寬係咪真係會繼續呢？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當然，如果你話技術走勢嚟講呢，譬如歐羅嗰個日線圖嚟講啦，係做得唔錯，因為之前做咗個破位呢，就喺呢個1.3大概1.34水平呢，就已經破咗上去㗎啦。呢個前高位咁大概嗰陣時就7、8月嗰個高位啦，咁而家就上到去曾經去到1.35樓上，大概1.3560呢，咁其實就回翻落少少，挨翻近呢，大概8月嗰個前高位嘅，就大概1.3450嘅，去到呢個位呢，今日呢就即刻已經見到反彈啦，所以其實你話後市再破到翻1.35樓上嘅話呢，相信有機會去到36，甚至乎之前大概1.37嘅高位嘅。係咁啊，頭先提到呢，就話即係而家呢嗰個嘅匯市走勢呢，其實都幾膠着幾悶下啦嚇，咁呢個呢，就可能呢，就係因為大家都去到兩難嘅情況，其實唔單止美金係咁啦，咁好似英鎊都有咁嘅情況喎。其實英鎊嚟講呢，亦都係去到即係技術上啦，亦都係呢啲叫做阻力位呢，因為其實之前呢，我諗前後有差唔多接近4次啦，其實去到1.6樓上呢，就已經係預咗嚟㗎啦。咁因為尤其是英鎊呢，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個升幅都比較大嘅。之前其實一系列嘅歐洲貨幣都係做好嘅時候呢，其實英鎊大話由1.5呢啲水平呢已經升咗1000點㗎啦。咁去到1.6呢，其實去到即係之前高位呢，大概去接近1.6150呢啲位置呢，其實就回翻少。咁其實同個歐羅情況好似嘅，咁你話再進一步向上呢，相信機會呢，短線嚟講真係會難少少。咁我相信有機會，你話如果去到1.58樓1.58到1.59樓下嘅話呢，咁可能會值得吸納翻少嗰個技術位嘅。好，唔該晒 Jacob 啊。